這風台啊打過，但是你看這個苗栗的山區南莊鄉，包括鹿場、鹿山、鹿湖這部落，對外交通攏斷去啊！50幾名部落居民啊，煞總困在內底。民眾煩惱因的物資無夠，所以用弓箭啊、白色啊。來寫過了後呢，就會當將這個物資安尼來儲過去啊。即擺呢，了解的情形是，這個部落的商店物資攏抑閣有夠的。另外，其他一寡所在道路中斷，嘛免緊急宣布，因為呢繼續停止上班上課。部落人用弓箭白索啊，徛佇已經斷去的山路邊啊，射向對面的山邊。對面的人將索綁好了後，就變成一個簡單的傳輸帶，用籃內底滴生活用品甲物件綁佇索頂，就將這物資送到對面去。有了，加油！包圍風台東上苗栗的山區，對外交通301龍路甲苗栗21線的石壁橋攏綁去路袂通。南莊鄉的鹿場、鹿山、鹿湖三個部落50外居民住佇山區，附近的人煩惱講，因住佇內底無物資，這是要用弓箭來射索啊。這邊沒有拋繩槍，只有用弓箭才射得到30公尺以上的距離，所以我們用弓箭搭一條細線，然後去做一個那個橋梁線，做運補的一個動線。交在這三個部落內底，商店、超商的物資攏猶閣有會當供應居民。目前苗栗縣交通公務處安排道路搶修團隊，馬上到石壁橋啊，會趕緊恢復單線雙向通車。山路攏是連來石頭，樹仔佇路面倒癱瘓，閣經較頭前哩，石頭是叮叮塔塔，車根本就袂過。苗21線東河往石壁方向，同款路袂通，東河有50外個人住佇內底。鄉公所佇昨暝11點緊急宣布，今日停止上班甲上課。關會單位甲廠商繼續咧搶修，目標是先修理好石壁橋，大型機具才會當入去，路搶通，在地人才有路通轉去。